歹势，我袂记甲迄 stream 甲迄个开起来。即嘛有看到无？我讲重整看卖，要是无稍等咧。啊，有啊，有啊吼，OK。这是毋是敢若有啊？结果袂记开 stream。OK， 好，即个 link 我要安怎打呢？好啦，我等下再打吼，先开个遮。我咱继续看吼。啥物叫做？我讲咱看到是银杯、笑杯吼，三插杂，插杂就是interleave 哟，就是插伫内底 mix， 混杂在里面吼，叫做插杂，就是香吼。团队会讲，遐个吉祥有应验啊无？庙公讲有，团队会讲，我看后一页吼，第583万字。我看济人做生意吼，的确大声去问菩萨，跋有啥个想买的也袂少，安怎会变做香？安怎会结变做香？即个结是啥物意思？隆重无应验。我毋知影即个结字是毋是结果啦吼，结变做香。我查一下吼，先看干字典结字。奇怪，我的电脑来变遮慢。KIAT。哇，结共音字足侪啦吼。但是是倒一字看袂解出来吼。伊是结变做香啦吼，歹势吼，就是结就是好事嘛吼。结变做香啦吼，好会变歹就对啦吼。隆重无应验吼，意思讲做生意的嘛是，逐个拢跋啥想买遮侪嘛，问题是都失败的嘛足侪吼。庙公无要应伊，停有一点仔久，团队个佫讲，抽签是啥物意思？庙公讲是爱菩萨指点何端吼，福气怎样吼？指点何端福气怎样？何端就是歹嘛，福气就好诶嘛吼，就是抽签就是要菩萨指点好歹吼。团队会讲，菩萨有喙袂讲话，要太会大声指点人会好福，会好福吼，对，会好福吼。我要小解释一下吼，就是咱台湾咱传统信仰有用跋杯嘛吼，去问事嘛吼，或者是抽签去问事嘛。基督教呢？基督教无即种诶吼。因认为第一点，因认为讲所有代志交托上帝吼，绝对是好诶吼，心内绝对有平安吼，一定会好啦吼。而且第二点是，因认为讲你若去问代志好歹啥吼，第一点，你问上帝，这就是对上帝无信心嘛吼。
你若无去问上帝，你去问其他的鬼神去，因叫做交鬼啦吼，就是你认为是歹的吼。所以你可能捌听讲吼，就是基督教的信徒其实因拢无咧算命吼。我讲无咧算命，毋是讲干若无去庙诶抽签啥，因其实平常，譬如讲，因对啥物星座无吼，星座即种诶吼，啥物紫微斗数啦，啥物星座，因其实因这拢无咧插诶吼。照你是较正统诶信徒，较明白较深诶信徒是袂去算笑话无吼。OK， 那毋知今仔日讲会知吼。好，咱继续看吼。庙公讲，菩萨虽然袂讲话，若是伊诶意思已经暗藏在伫迄签诗呢吼。若详细看签诗怎样，就有知将来的好端福气按怎样吼。基督教无这嘛吼。但是我较早我熟悉吼一寡较早一个基督新派吼，足侪迄种新教派，足恐怖的新教派吼。所以因就无咧教即种教义的物件无咧教，圣经嘛无咧教吼。所以因的信徒呢，就是拄则讲的迄寡奇奇怪怪的拢会做吼。但是可能袂去，因的教是讲你袂使去算命，袂使去算啥物星座啦，啥有无？但是呢，我著捌听一个教友讲，伊是摕圣经来显就对啦吼，显看地址也都看顶头写啥呢，甲当做是咱咧签诗咧用就对咯，莫名其妙。这就是足奇怪的教派啦吼。传道的讲，别签用什物法度？即个别签就是应该就是你迄个规说迄个签诗的款吼。咱继续看来吼，看即个别吼，应该读做别吼，变调别签吼，应该是分别的意思吼，别签。比如讲，亲像正月来求，签是算做一年的事吼，求着上签，应该就是歹吼。歹势，求着上签吼，这是上吼，上签就应该上好的吼。就今年的事拢结欠吼，若求着中签，事业平稳；若是求着下签，就结事较少，就结事着好代志较少吼，凶事较济。传道的讲，有应验也无。所以伊讲的即段就是别签的法度，应该是分别签的法度啦吼。要安怎分别讲即签是好还是歹安尼吼？伊讲分上签、中签，甲迄个叫做啥下签吼。传道的讲有应验也无，庙公讲的确应验。传道的讲，若讲有应验，的确见求见有影。毋过我看见即个见求见有影吼，是就是见求见就是凡是求一定会成真安尼吼，一定有影就是真诶嘛吼。所以见求见有影就是台语的讲法，就是你只要是做什么，就一定会怎么样安尼，吼，这是华语规则吼。
因为华语无即种讲法，所以你若袂晓讲台语的人，你就无法你就无法度用即种方式去表达啊！你若无学，你袂晓啊。比如讲见球见有影，见签见着，逐遍签，逐遍去签六合彩，见签就见着，有签就有着，无一道无毋着的吼，就是见签见着安尼吼。所以头前即个一般是动词嘛吼，见做啥物代志，后壁一定副词嘛吼，一定是变做啥物款安尼吼。所以见签见一个 verb， 见一个 adverb 吼。毋过我看见济人求着上签，并无得到结，反倒拄着凶，有诶求着下签，又无拄着凶，反倒得到结。从中有诶有应验，也不过是凑巧诶事尔。凑巧就是凑巧啦吼，也不过是凑巧诶事尔。我毋知即种是台语即种讲法吼，凑巧吼，拄则讲啥拄啥吼，就是凑巧吼。要读诶，讲的是想杯甲签诗诶应验咧。意思讲，即拢是拄啊好，互你拄着，咱会当讲是签诗甲成杯去应验吼。比如讲，摇头无要应。团队佫讲，小元啥物意思？小元宝化蛇衣有啥物意思？蛇衣就是纸做的衫啦吼，所以你看这你就知影伫个这是当我记得是1896年还是偌侪年，我袂记啊。就是迄当阵，早日本时代大清迄当阵吼，台湾人就已经开始咧烧元宝吼，烧迄个元宝啦吼，烧元宝、烧纸衫、烧纸厝，互阴间的即个亲人吼。我毋是伫遮看到啦，我伫个马街迄个 Far from Formosa 嘛是，伊嘛有讲到即个啦吼，台湾人哇烧即烧，即烧诚侪就对了，就对了吼。好，即道问讲，烧这是啥物意思？比如讲元宝做金银，纸衣做衣裳吼，衣裳就是衣裳吼，衣裳。第一声 CHIUNN， 第五声。汉字就是写做华语叫衣裳吼，就是衣裳吼。纸衣做衣裳吼。传道的讲，菩萨有铁器啊无？比如讲铁器。传道的讲，菩萨上久着外口人的纸衣做衣裳，外口人的元宝做金银，要刣的福气互人嘛。所以伫遮早吼。伫即当阵就用即个嘛哩吼。其实我家己细汉的时阵，毋是细汉，我伫庄骹，阮甲即嘛，阮甲阮，就是我转去含阮的乡亲啊时代，讲台语足罕咧讲着妈即个词吼，就是基本词袂去用着妈，拢用甘字吼，甘安怎。
啊，我是伫圣经看到马里吼，伫迄个巴吉勒版就看到即种马的用法吼。好，咱继续看吼，又搁迄碟烧伊化宝的时，烧伊就烧蛇伊嘛吼，化宝化迄个元宝嘛吼，也无看见菩萨来接，独独银蛇粉留地尔吼，啊，歹势银蛇夫啦吼，银蛇夫留地尔的，什么什么夫就是什么什么花啦吼，华语叫做花啦吼，就是烧物件烧了剩的物件叫做夫嘛吼，和夫吼，有诶安尼讲花夫啦吼。这是银蛇夫嘛吼，就是银蛇去烧了剩的迄个夫吼，叫做银蛇夫。歹势，蛇夫要刣变做金银衣裳咧，我捌甲伊查考，蛇料是对金焊做起的。就是纸啦吼，纸即种物件吼，纸料是伫金焊伫即嘛讲的是哪地区迄种古早时代吼，金条焊条吼，蛇衫是对铜条做起的。歹势，我迄个应该读做轻声吼。做起的吼，做起的吼。我咧想我是读对啊毋对？轻声是后壁读轻声，头前读本调，所以变做做起的吼。蛇衫是对铜条做起的，即三代的大仙。迄时还袂有纸，进条焊条的顶面也袂捌用纸做钱做衫。迄时的菩萨对倒位得到金银衣裳通用咧？又搁菩萨若真正是神，就的确有。是敢若我听无声音吗？我的声无起来哦。啊，看阮听无你的声音。我无声哦。无声，我出去一下吼。好，我搁转来，安尼有声无？拄则的状况是伫直播，就是我去直播顶悬是正常，但是Clubhouse即边常常就无声。安尼即摆有声无？有，即嘛有啊。我毋知影为虾米呢？我出去搁伫吧。袂要紧，袂要紧。好。当初拢会安尼，嘿，好。啊，咱继续。伫倒位无声去，我嘛毋知。我看觅吼。袂要紧，因为 YouTube 遐是正常，迄袂要紧。无着继续就好。好。嘿啊。我看对一下，好。蛇夫啦吼，银蛇夫拄则有读过无？你有听着无？无啊哈！哇，遮久都无声，无人甲我讲，也是讲我无时间看迄个字啦吼，有人有留话。好，来，我搁对即只开始读起吼。传道的讲，菩萨上久着瓦克人的蛇衣做衣裳，衣裳拄则有讲着无？有听着无？
有吼，以前写我有记得，嘿，以前就以上吼，外口人会元宝做金银吼。拄则即个上句就是上切啦，上句啦吼，我拄则无解释着。要太会福气互人嘛吼，我拄则讲迄个嘛，伫即个基本书，其实我是毋捌伊安尼用啦吼。我这是伫圣经内底看到伊安尼写吼，巴克礼版就用即个嘛做基本书吼。又搁迄碟烧衣化宝的时，烧衣就烧蛇衣化宝化元宝的时吼，化是就是烧的意思啦吼。也无看见菩萨来接，独独银纸夫留地，银纸夫就是银纸的和夫吼，留落来。物件烧了留落来迄个和灰夫吼，叫做灰啦吼。银纸夫就是银纸去烧了留落来灰吼。留地尔，纸夫要太会变做金银衣裳咧。我捌甲伊查考吼，纸料是对钱焊吼做起的，纸衫是对铜条做起的。即三代的大生，迄时还袂有纸，进条汉条的顶面也袂捌用纸做钱做衫。迄时的菩萨对倒位得到金银衣裳通用咧？又搁菩萨若真正是神，就的确有灵用有权能吼，有灵用有权能。既然会用伫纸夫来做金银衣裳，减袂家己做金银衣裳嘛？这毋是我所会晓得。世间人所用的金银衣裳，毋使外靠菩萨的手来成，就是为虾米世间人有法度做金银，无法度互菩萨家己的手来做成啦吼，即个成意思是安尼。独独菩萨所用的金银衣裳，反倒着外靠人的手来做。对遮通知菩萨的知识毋达着人，菩萨的知识较输人就对啦吼，毋达着啥物，毋达着啥物吼。伊的气力也毋达着人。烧纸衫化元宝是简单废了钱财吼，来下伫翕无路用呢，就是浪费钱，甲钱财浪费掉伫个无路用代志啦吼。若毋将这钱财来真济善向人，若毋将就是讲，若莫安尼做啦吼，将这钱财来真济善向人，搁较有利益。你亲像看觅咧吼，亲像就是请你小想一下吼，我歹毋是对，伊是写亲像吼。我想讲，即个欠是毋是亲切的欠吼？查一个 CHIAN 欠 SIUNN 第七声。确实是吼。台语大师等于修即个亲像前辈的思考啦吼，就是你小可想者就好啊吼，就知影吼，意思就是安尼吼，小可想者嘛知吼。你亲像看觅咧吼，庙讲点点无讲话，伫后场要搁印吼，就是后一期要搁继续即个庙祝问答啦吼。
好，咱搁看后一页。后一页，一个标题是土木师过后山的消息，吼，就是因为一个牧师过后山去巡行啦，吼，去巡视啦，吼。即只后山应该是南部的后山吼，应该是台东吧。好，接煞第9章63面吼。11月初2过溪到东北市有一桩，号做马如人，毋知影倒是一个所在。我 Google 一下看我倒出着。马如人，无啦吼。恁捌用白话字去 Google 无？我拄则开始学白话字的时阵，我定常用白话字去 Google 吼，发现讲哇，原来网络世界有另外一个白话字的世界吼。咱敢若发现新世界就对啦吼，你通去试一下吼。马鲁人，但是无看着吼。好，或者伫拄头开始读起吼，11月初2过溪到东北市有一桩，号做马鲁人，伫兄弟因兜歇一暝，迄位的兄弟互迄阵的总理昆竹，总理是啥物意思？我无理解吼，是毋是船长迄类的吼？我毋知啦吼。总理昆竹，当然这总理应该就是咱premier 迄种总理有无？总理啦吼。昆竹就是迫害吼，迫害啦吼，叫做昆竹。这应该捌早过吧？搁看一遍。喂，电脑就慢呢。KHU N 第二声竹 TROK 第8声。哦，昆竹就是迫害哦，迫害对赶哦。这对赶毋是切死啦，这应该是对赶是甲赶走啦吼。就是咱敢若要安怎讲？流放啦吼，昆竹啦吼。好，迄位的兄弟捌互迄阵的总理昆竹，伊是客人，较爱嫌道理实歹，常常甲因着烧香吼。若无就无要用阮因踮遐吼，放刁要抢劫因吼，
放刁，毋知有早过无？我已经袂记吼。放刁，就捌甲恁讲过嘛吼。放刁就是放话啦吼，台语叫做放刁。P-A-N-G 第二声 T-I-A-U 第一声。放是第三声啦，歹势讲毋对。P-N-G 第三声。放刁吼，例句是啥？放刁放转，就是放话要恐吓人吼。放刁要弄伊吼，要人，这是人还是啥？哦，所以呢，若毋烧香，就是啊，讲放刁要抢劫因吼。兄弟有诶不及警钟，可惜即两人较无啥物知影。游园拜香伫做班，啥物意思？叫做班？等下查者吼。我是看无讲，可惜即两人较无啥物知影，这是你讲啥物？我看无吼。你讲啥物对两人较无啥物知影？游园拜香伫做班，是因为无胆力，才安尼。OK， 胆力，等下查者吼。先看做班。CHO 做第二声 PAN 第一声做班。我是毋是佫拍毋着声调？拍毋着吼。做班是做是第三声。哇，无收即个。歹势，做班啦吼。拜香伫做班啦。我读毋着伊。班是第七声。嘛是无。做班。我看若是用第四声做。第八声咧。完全无呢。做班，游园拜香伫做班。用 wildcard 找者。敢若有早班，无做班。中班、主班。我电脑足慢的吼，稍等。我查一个找台语讲。CHO 做第三声班 ，PN 第七声做班。做班。无，台语大词找台语就完全无即个词吼，我无做解说吼。游园拜香伫做班，
是因为无胆力吼，胆力，我知影胆力是就是无迄个 guts 吼，胆 TAM 第三声胆第二声胆，胆力 LEK 第八声，那完了无？胆力。找台语词看。胆力吼，1932年大理大书店有首胆力吼，力是力量的力啦吼，胆力，所以你有迄个 guts 吼，叫做有迄个胆力吼，是因为无胆力才安尼吼。阮有安慰勉励因的心，因才较在我，好，等下看下在我。又搁阮有去见总理，刘仔甲伊理论，因提示讲是对水尾的大佬吩咐伊着安尼。送互别人就对啦吼，所以讲，先来看一下在我，较在我。CHAI 第七声在我 NGOU 第二声。在我是安然自在，叫做在我。我是队伍迄个我，行伍迄个我吼，队伍行伍迄个。在我，在行伍里面吼，伊人真在我，就真自在吼。我今仔才学着啦吼，在我，因则较在我。就是本来是心内无平安嘛吼，即马就较平安啊啦吼。阮有安慰勉励因的心吼，因才较在我。又搁阮有去见总理，刘仔甲伊理论，因提示讲是对水尾的大佬吩咐，伊着安尼吼，吩咐伊着安尼。水尾应该是迄到位仔一个所在啦吼，大佬应该就是华语叫大佬。我查一下较定义。大第七声，佬第二声。哦，大老爷啦吼，大佬。OK， 9:27分，搁3分钟，我看觅。哦，即段应该才甲读煞吼。11月初8礼拜伫逐街有设执事2人。我咧看这逐街啥物所在？毋知啥物所在吼。哦，逐街吼，逐街应该是读做逐街。即2人是巴牧师去接纳的。初九日下晡过溪到太牛坑庄吼。初九日下晡过溪到太牛坑庄，歇一暝，
伫遐有几若个兄弟，有诶偌久含伫来礼拜。迄一暝远伫做礼拜时，阮就勉励苦劝因。哦，过来，初十，无读到遮啦吼。因过来，今读袂了。这是初九吼，过来是初十啦吼。咱今仔读到初九遮啦吼。因去即个太古坑庄吼，这地名毋知即嘛拢哪个错有啊？太古坑庄。好，到遮。芭比，咱敢有会对敢有啥物问题？是无啥物问题，就是拄则毋是讲有诶出现一个那个嘛 NaH 那个即款诶讲法，你讲真罕伫听着 NaH 有无？就是那个嘛，那个问句的问法那个。好，嘿是。想着讲，其实我真早就发现讲，阮诶一开始读迄台文通是旧年年尾诶时阵开始去马文遐读台文通时阵，有当主讲伊伫讲话时阵，我就真直觉就出现即个，我会安尼讲。拄则你咧讲诶时阵，我就常常想着安尼，可能是因为我真细汉诶时阵听过阿公阿嬷因有即款诶讲法，即款用法，所以讲诶问句诶时阵会就是用即款诶，是啥物嘛安尼。我敢若捌看过，要安怎讲？就是我捌看过潘科元老师因咧讨论即个嘛吼。意思就是讲，即个嘛字含华语迄个嘛字是无介共意思诶物件啦吼。但是我无这深入诶物件，我无去看啦，我无介理解吼。但是若是根据可能讲使用诶习惯是来，就是为迄圣经来，就是因为因拢会去教会嘛，我捌甲你开讲过，嘿对，所以讲嘛真有可能是对遮较有关系。有我搁查找阮外婆遐阿嬷遐诶那个资料诶时阵，搁查着讲原来因迄边就是甲马街遐搁有啥物关联？然后因遐拢是无书啊，就是讲对一些信兵来对，就是说那个教会的系统或者常常的用语可能拢是遐花里书。我咧想啦，嘿，我后来才就是嘛是今年我才搁查找真侪资料诶时阵，才找着一寡关联性。教会，你咧讲，我想着别项代志啦。教会内底历史吼，一般拢记较清楚，所以你若有兴趣，你会当去现看觅。你会当现着恁讲恁阿公阿嬷迄阵，甚至搁较早，应该搁较早进前就信教吼，迄资料拢查会着。我最近咧看马街迄写伊侵来日诶时阵所收诶一寡学生接触诶一寡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伫美国遮一个朋友因的祖先啦，我嘛毋知是叫阿祖啊啥，迄名伊捌甲我讲过，所以我都看着。所以你若有兴趣，当去看觅，拢知会着。即个玛丽是毋是圣经因即嘛已经无法度分辨讲这是因为伫教会即个系统学来，还是讲是华语影响着吼？我已经无法度分辨啦吼。即嘛少年人较讲就是玛丽啊，伊袂晓讲无用码要安怎表达迄个疑问词要安怎讲袂晓讲。好，譬如讲，阮的讲法是感是安怎，或者是敢吼，就是汉字拢是你勇敢迄个敢吼，看是敢是安尼，还是讲敢是安怎吼，拢会安尼问。你敢是食歹巴肚？这就是问句吼，这是问句，这是 question， 后壁是一个 question mark 吼，你敢是食歹巴肚？会安尼问吼。好啦，今仔日看到遮吼。
好，感谢各位吼，上班的上班吼，无闲的做你，好，再会。